圈内的朋友啊，好朋友有哪些哈？唱歌的，我好像每次都讲小迪叔叔哦，没有小迪哥啦。小迪好会照顾人哦。啊，对，真的呢。我感觉有伊的对时阵哦，真济代志拢都 hold 得住。对，无咱的代志。因为我跟他的缘分就是从之前的专辑啊，有一张专辑是跟他对唱一整张的嘛，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，哇，也好像7、8年了吧。对，我跟他缘分也其实也蛮久了。那从那时候开始，他就一直很照顾我。其实我们现在相处的感觉就像家人一样。以前就像是演艺圈的长辈嘛，就是还会有那种。当然现在不是波多波谁，以前就是还是会哇很尊敬啊小弟哥啊怎样，还是会有一点距离，因为你对他就是那种尊敬的感觉。那一直到现在呢，就是我们除了工作上的合作，然后私底下呢，就是我们也会常常去吃饭啊，然后去玩啊，然后就是会很像那种。他真的就像叔叔，对，就像讲出来了，对，就是一家人。我觉得那种感觉是，比较亲啦。对，就是在工作上他也会照顾你，但是在私底下呢，他也会教你一些你不懂的事情。你觉得你最欣赏他的是什么？我最欣赏他的，就像刚刚说的，一整个场面就是他只要一站出去。对，他就 hold 得住，他都没咱的代志啊。跟我形容感，跟他出去就是很放心。对。我当下哈，他会先把我们今天想要照顾的照顾好哈。其实因为跟我有食饭的时候，伊讲边个，你当时要来，我讲我等下开车过来，伊讲开车过来，莫啦，开车过来都卖来啊啦。因为我都邻居啦，他也很清楚啊，对。可是他讲话就是有那个，你知道，就是他会想到你的一些状况啊，你像呢，立马怎样讲也然后可以嘛哈。对。哇，所以这个是非常热闹的场面了哈。那小迪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层面，就是说，其实他也经过人生的大风大浪，对吧哈？是，很多的生意啦，包括一些公牛妈妈的代际啊哈，他自己都非常的就是会有很多这个是他的罩门，他的心。那我就觉得说，其实人生就是要经过了哈。这一段日子经过下来，现在台湾的这些秀场啊，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呢，像慧你都做什么样的表演？看这。刚刚要讲特别感谢小迪哥，是因为在工作上他对我的提携跟照顾，就像现在台湾的活动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像以前那么的多，但是呢，现在就把一部分的重心放到那个海外，对然后小迪哥他都会是沿海那一带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一直。只要有 case 啊，只要有那个唱歌的那个演出啊，他都会第一个推荐我。哇，真的很棒，因为这个又那么会唱，又那么漂亮，歌也会 hit 可是你知道吗？这 hit 的部分，因为一下流行较慢啦，我当下那的情歌哈，对你来讲起来太新啦，是，所以他们还在流行，还是那些歌曲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我觉得像我这一次的新专辑的歌曲的曲风，他们那边的朋友应该会喜欢这样子的口味，而且再加上8点档，对不对哈？再看一下哈，卫星这个再播出一下哈，这个就是这样子啦。媒体就是宣传嘛哈，希望我那听众朋友哈，经过向慧玲的来家跟你拍酒后啦哈，这样聊聊这个新的专辑哈，是对他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哈。因为我觉得太久没跟大家见面了，太久没有新作品给大家了。这次跟上次距离差不多2年的时间，2年。很怕大家都快把我忘了，所以我要赶快出现一下，带来新的作品给大家。对，没有错哈。那这张专辑呢，相信大家听了以后就会觉得说，哇，美拜啊，讲好唱啊那哈，而且哈，这个可以朗朗上口的芭乐歌哈，这个也是市场的需求了哈。我当下那讲什么代表作哈，很难定论。对，哈，对吧哈？对，像咱那听蔡琴的歌有没有？你觉得它就这样顺顺的、娓娓的到来，那声音低沉有特色，就好美哈。那也不一定说什么样的歌才是要飙啊，要大气啊，要撒狗血。说得好哈。天路的雨水，其实是查某人的目屎。向慧玲，月娘的目屎。你敢会知，雨水的由来，伊是月娘的目屎。只有真爱才知伊同在，思念相亲的所在。加入
新东家向慧玲最新台语专辑《月娘的目屎》。豪记唱片，好记哦。